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今日煲一個初夏好啱飲嘅沙參玉竹鵪鶉湯，加咗幾隻香菇去提味，男女老少都啱。初夏嘅天氣比較熱，沙參有滋陰清熱、潤肺止咳嘅作用，玉竹養陰潤燥、生津止渴，兩個加埋一齊嚟煲湯，就可以緩解燥熱帶嚟嘅不適。呢個份量係7至8人嘅湯水，2隻鵪鶉、30克沙參、30克玉竹、8隻香菇、2粒蜜棗、2片薑。急凍鵪鶉先解凍，湯洗乾淨，薑蔥冷水下鍋出水，再沖乾淨就可以攞嚟煲湯。沙參玉竹洗乾淨，浸水30分鐘。香菇洗乾淨，浸水30分鐘。香菇水留用。預備2片薑、2粒蜜棗洗乾淨。怕湯水油膩，可以撕走鵪鶉皮。所有材料預備好，湯鍋加入連浸冬菇嘅水，總共3公升。加入所有嘅材料，大火煲開。煮開咗之後，轉小火，之後繼續煲1個半小時。食之前加鹽調味。鵪鶉肉營養豐富，蛋白質高，脂肪含量低，可以補充人體嘅營養，亦都唔會帶嚟腸胃太大嘅負擔。雖然話呢個湯水係男女老少都適合，但係如果對鵪鶉或者係香菇有敏感或者有痛風症特別嘅症狀嘅人士，請先諮詢醫師。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養生湯。中意呢個食譜嘅朋友，請幫忙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，可以幫助我呢個頻道慢慢成長。多謝支持，拜拜。